多謝收聽小林馬馬6月22號啊！今日跑馬啦，揀咗3、4、5、7、9場啦。咁過去一個禮拜冇馬跑，但係都好緊張嘅。緊張咩咧？唔係外國馬，係好多人提及到以色列啦、伊朗啦、美國啦。咁啊，到今朝啦，咁大家一起身睇新聞都知道，大應該發生咗咩事㗎啦。咁啊，伊朗嘅核設施咧就俾美國炸鬼咗啦。咁啊，叫做個局面叫做冇咁拉鋸啦，即係起碼明朗啲，即係明朗咗究竟係好定壞唔知嘅，但係起碼就唔會話仲再停滯喺嗰個階段。好啦，咁啊睇下啲馬啦，我都唔希望停滯喺某一個階段，我希望次次都有贏，即係幫到大家贏馬。日後咧，你趁住季尾差唔多結束咧，你哋會員啊話俾我聽，你哋今季贏咗幾多錢？贏輸都唔緊要，話俾我聽，直接 WhatsApp 私底下話俾我聽，我都想知下。好啦，咁啊3、4、5、7、9場，我揀咗第三場，揀咗幸運愉快。睇嗰隻馬上一次衝上嚟嘅一個末段時間做得好好嘅，咁有質素嘅。喺呢一組裏邊，我相信佢係超嗰隻添啊！你個主要對手即係魯班精神，魯班精神唔係話一隻好叻嘅馬，佢係贏過馬，但係上季只係贏一啲4班慢步速嘅賽事啦，唔係話太叻嘅就。但係今場好在有一檔啦，有潘頓啦，咁即係叫做乜嘢都好啦，做到最好嘅希望。但贏唔贏到，我覺得六成贏面到啦，即係唔係話真係好穩陣。但係我唔排除啊，即係你睇過往嘅賽績或者分析呢隻馬嘅能力，你會睇到佢好似一般般。但係我相信呢啲馬可以咁肯定每季贏一場啦，即係有時丁冠豪呢啲馬房嗰啲，有啲嘢或者佢係未 show 到俾你睇嘅，所以我覺得幸運愉快側身嘅好嘅，睇到佢係叻嘅。咁如果你買 Win 嘅，我覺得買一個保險啦，拖多一隻老班精神。咁呢兩隻都揀啦。咁第三隻就線路光華啦。咁第四隻就冇乜嘢舊馬冇乜邊隻好揀嘅，要翻當家精彩啦。百駿福星冇乜嘢俾你睇到嘅，但係宿情上一仗千4又走去放頭，我覺得都似乎係一啲告東尼嘅準備工作嚟嘅，即係佢不嬲佢啲馬喐手都冇乜預警嘅，即係唔會話俾你聽，哎呀我今仗做啲嘢下場嚟，即係冇乜呢啲咁嘅嘢，好難睇到。咁我覺得拖佢啦，睇到有啲飛有啲古怪嘅。咁另外一隻我中意嘅馬就叫逆雨揚名啊！上次排過11檔外檔，沿途蝕位走3碟，咁翻到嚟冇力，咁正常嘅。但係我覺得個時間啦，或者對住一隻對手都唔係話太差，即係相對嚟睇唔係一隻太差嘅馬。咁舊馬之中啦，冇乜邊隻特別出色啦。佳運發排咗個衰嘅檔12檔，呢隻馬跑得好嗰時都係要一啲好啲嘅檔位啦，磅位亦都偏重啦。金創福威上一次贏馬對手一般般嘅啫，今次加咗磅檔位外移咗，由4檔變9檔，我會覺得困難咗少少。咁你話舊馬之中邊隻叻啲啊？快很準咯，但係呢隻馬係傷病好重嘅一隻馬，咁跑得翻幾多咧？成年嘅7成，佢應該都勉勉強強可以跑啲3、3、4、4嘅，即係啊！但係今次又排咗14檔，咁又係好扎實嘅。咁亨氣啊，露咗光嘅啫嘛。到上一次又退出咗啦，咁今次再出，呢隻馬其實應該值10倍以內，咁而家10倍以上，我覺得好似啲飛數多夠硬正。咁呢場馬冇啲馬主值得留意嘅，第三場嘅。快很準啦！今日同主相關馬有3隻咁多，一隻就係第5場嘅火悟空啦，第8場嘅筋斗雲啦，同埋呢一場嘅快很準啦。牽涉嘅馬房姚本輝啦、何言啦、尤達榮啦。幸運愉快啦，係一隻幸運系嘅馬啦。幸運系嘅馬房我多時講過，如果佢哋出擊嗰時，通常，譬如假設呢一場幸運愉快出手啦，無畏鐵嘅馬房嘅馬啦，同場有冇
希斯啊、黎超星啊、方嘉柏嘅馬咧有嘅，你覺得有機會你可以去拖一票，因為好多時咧出擊就係以咁嘅模式去出擊嘅。咁啊牽涉咩馬房啊？方嘉柏、黎超星、羅富全、毛偉傑同埋廖康明。易宇揚明線路單一啦，競進傳奇冇乜嘢睇到嘅，競進係而家牽涉嘅馬房好多。亨奇線路單一嘅，線路光華啦，今日仲有第七場嘅電路100都係一堆人㗎啦。線路電路係啦，撈埋一齊咁講啦，就蘇偉賢、韋達、羅富全、徐宇石、文家良、沈集成、葉楚航就係線路電路係嘅馬啦。好啦，第四場。好多馬都係同場跑過嘅，喺四班咁啊，成日碰面咯，英俊飛駒啊、光明傳承啊、火焰閃爍呢啲咁嘅馬。啊，點講咧？各有勝負，但係其後亦都自己交出頭馬。咁而家可以叫做大家都已經贏過晒啦，英俊飛駒贏咗啦，光明傳承贏咗啦，火焰又贏咗啦，咁而家加咗磅加咗分再鬥過，咁要考邊啲質素高同埋邊啲鬥志好。潘頓希斯，咁睇呢一場馬嘅結構咧，我覺得希斯呢條線咧係強嘅，唔單止佢自己隻馬啦，佢仲要派2隻出嚟，仲有赤馬雄風，即係可以大概睇到佢嘅心意嘅。咁你 check 下希斯條線仲有咩馬？咁就補翻一隻奇次鬥士，奇次鬥士係方蘇喎，係而家係方蘇啫。想多人買翻嚟，買翻奇次鬥士呢隻馬嗰時啊，咪又係希斯喺希斯馬房度噶嘛，奇次鬥士。咁所以奇次鬥士，我成日話啲馬，你唔好介意去咩轉馬房呢啲嘢，其實有時。你唔好睇轉馬房係一啲好重要，以前就係，而家未必係咁用噶。即係你轉咗馬房，啲人聯想唔到，跟住配合翻希斯同時一齊出擊，都不知幾咁大豐收添。咁啊，所以留意下希斯條線啦。我啊揀咗其次鬥士，第二隻就火焰啦，第三隻係赤馬雄風。我覺得赤馬雄風就算跑沙田，揸住呢個佢未交代嘅呢隻馬今季。就係時時都跑到入嚟嘅。用陽明輪又唔會易得去邊嘅，我覺得幾好嘅一隻爛腳，跑到3344，你個單 T 啊，四連環嗰啲好分，咁啊要佢啦。凱旋幸運都唔差嘅，準成啦，但係隻馬準成，但係你唔知黃寶嚟準唔準成。所以呢個係要諗諗嘅。跟住第五啊，光明傳承，你見佢贏馬做出嚟個時間，中頭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段時間都係超快嘅，佢只係頭段慢嘅啫。你會睇到即係佢贏馬呢一仗，佢其實係應該係超4班嘅馬1分33秒幾，即係好。雖然話係好快地，但係你新算翻係好地去計，佢都係喺標準時間之上。咁我覺得呢隻馬應該可以抌低嘅。另外一隻就美麗在線，佢太多分喺手啊，唔知幾時就會運用到出嚟嘅，即係10次或者有1、2次會 OK 嘅。咁我覺得拖翻住佢啦。即係其他馬就係唔係話太可靠。龍佑生嘅會有啲人提嘅，我都係睇過。我覺得隻馬當你衝刺嗰時誒唔規矩，個頭擔高嘅，唔係好灌注嘅，變咗個騎師灌注唔到啊！嗰個衝刺，好似你推騎俾10分力落去，隻馬交翻得5分力咁出嚟，即係佢有佢自己嘅諗法咁。凱旋傳奇當差，同情亦都一般般。咁啊好啦，呢場嘅值得留意嘅同主馬啦，首先就係2號同14號咯，彭越同光明傳承。光明傳承就係葉楚航練馬師團體嘅馬，彭越就係彭志兵嘅馬主，就係葉楚航練馬師團體嘅成員之一，所以話呢場馬應該係叫做
同主同場啦。今日到美麗係啦，美麗係今日出好啊，仲有邊隻啊？應該火焰啦，4號嘅火焰啦，同今日武林至尊第二場係同主啦。加州有今日加州亦都有3隻，有第4場呢隻加州星號啦，第8場加州動員，第10場加州勇勝。美麗係今日都多馬，第6場有啦，第8場有啦，第4場有啦，第7場有啦，第10場有隻相關嘅閃光燈，第7場嗰隻叫超平凡，其他嗰啲6、8場嗰啲都係美麗字頭噶啦，好容易知道噶啦。肥仔精神同嘉應有啲關係嘅，同今日客家之光有啲關係嘅。咁第2場客家之光啦，同埋呢一場嘅肥仔精神可以話係相關嘅馬啦。龍佑生啊，同今日第8場嘅禪聖輝煌有關啦，都係團體相關嘅馬。彭越頭先講咗啦。好啦，第5場我揀咗隻起舞飛飛啊，跟住第2隻係白鹿金剛啦。呢場睇翻廖康銘條線啦，常常發財啦，加冠王啦。正其他嘅馬就揀翻熾烈神驅同火悟空。其實呢場馬舊馬唔係話太叻嘅，你要揾到一隻叻嘅，就已經係屬於跑過1次半次嗰扎，即係常常發財啦。咁啊，睺佢咩咧？佢上一次跑第2，跑第1嗰啲就加咗分加咗磅，佢仲係跑第2，只係加1分。咁啊喺呢一組裏邊，我覺得佢係着數嘅。丁冠豪馬放楊明倫，但係睇落呢隻馬應該係屬於咁多馬之中，我覺得坐二望一嘅馬，但係啲飛數咧又好似唔夠有信心，仲有少少褪，有少少回添。我睇過今朝嘅飛，所以有少少保留，將佢燉冬菇燉咗去第3位，keep 住佢跑有一席啦。咁其他2隻有信心啲馬，其實實力都差唔多，一隻就係情況同隻常常發財差唔多，又係跑咗係第2嘅，加咗2分呢隻。但係金像就排喺14檔，咁啊有少少驚啦。咁啊，但係飛數顯示佢係有信心嘅。咁啊，仲有啦，另外一隻起舞飛飛啊，初出馬，睇過試閘啊，睇過晒佢一切，再睇埋飛數，隻馬好似有啲暗飛，幾有信心，同埋試閘顯示隻馬都幾成熟啦。喺呢一紮對手，你火悟空都係啱啱跑過一仗，贏馬澳遊波士又係跑過一仗贏馬。其實你稱落呢啲熱門咧，同一啲初出馬或者上一次初出贏唔到嘅馬，其實差唔多。初出跑過一次贏唔到嗰啲係最着數，因為佢冇加5分啊7分咁多啊嘛，佢只係加1、2分個磅位，起碼有5分相距。而佢哋上一次個勝負距離，你睇火悟空贏人哋半個馬位。澳遊波士就贏3/4馬位，好似澳遊波士嚟由1檔轉14檔都已經係超越咗0點，即係4/3馬位啊！呢個距離啦，即係冇着數嘅。所以你揀翻白鹿金剛常常發財，我覺得係正路少少。咁加冠王啦，揾得潘頓騎，你當佢孭飛又好，當佢穿一啲3、4都好啦，咁掕翻住佢。掕翻住嘅，因為今日你第4場我叫大家睇希斯條線啊，第5場你難保加冠王喺潘頓發揮之下可以闖入一個第2都唔出奇啊，或者贏埋都唔出奇啊。咁咪俾其次鬥士加冠王食正口媽咯，即係唔出奇嘅。所以我覺得4名之內揀翻加冠王。第5啦，熾烈神驅，我睇過佢贏馬嗰役咧。嗰仗啊，其實平平無奇，咁睇少佢嘅。但係到某一啲賽，即係贏咗馬之後，某一啲情況佢又跑得幾出色喎。咁我發覺嗰2次出色嘅賽事，分別係好似跑第3、第4，啱啱都遇着好快地，可能係一隻好快地跑得特別叻嘅一隻馬，唔出奇。但係今日個落咗雨啦，冇好快地啊。我呢隻馬就擺後少少啦，第5啦，我覺得應該要揀翻佢嘅。如果真係你睇得準真係好快地先至可以有3班入圍嘅咁嘅能力嘅。
咁你咪今日因為落個雨，場地慢啲，你咪飛去揀翻自己心水嗰隻咯。我只係跨一個範圍，大機會嘅範圍俾你。有時我覺得大家嘅心水有差唔多，有少少分別，你大可以將我嘅心水查咗去，加入自己啊嘛。因為我嗰個唔係答案嚟噶嘛，我係答案咁，我發咗達啦。好啦，房悟空個檔位唔算太衰，加咗分。用翻艾少麗喺對比澳遊波士，我會要翻佢啦。好啦，馬主啊，熾烈神區今日同沈集成、廖康銘嗰啲有關係啦。今日仲有隻智勇神區嘅火悟空，頭先講咗啦，快狠準火悟空跟斗雲。澳遊波士啊，今日少馬啲啊，呢一路人。咁啊，其實呢一路人已經係大豐收嘅今年。開心5月啊，開心係嗰堆馬，開心樂嗰堆馬，再加樂勝天下，再加埋澳遊三冠王嗰隻澳遊氣泡、澳遊波士、澳遊武士，咁你計落贏咗幾多場馬？十幾場喎，呢一路人夾埋，咁我覺得差唔多係即係時候今季完咗噶啦。八路金剛啦，同今日即係同嗰啲馬主就係飲杯啊。星光快驅啊，牽涉個馬房、希斯黎超星、蔡約翰告東尼、韋達、沈集成，唔係韋達廖康明、快樂之友啊，側身馬同愛意龍啊，同隨緣得勝啊，今日第7場啦，隨緣得勝係有關嘅，快樂之友隨緣得勝，咁一般般啦，太過側身。呢隻8號叫做龍奧玲羅啊，其實佢輸俾武林寶典啊，嗰場幾高水準嘅，唔可以太小虧呢隻馬。呢隻馬係黑馬，即係佢可以推翻晒一切。即係如果呢隻馬係適應呢個路程，其實佢可以贏晒嘅。但係我睇飛數就覺得佢好似未有啲咩動靜。14號陽光寶貝啊，今日第3場嘅魯班精神啦，同埋佢係相關牽涉嘅馬房咧，呢堆人牽涉咩馬房咧？方嘉柏、希斯、丁冠豪、伍鵬志、鄭俊偉。好啦，第6場跑得好快，我心水嘅，我覺得呢隻馬係最似樣、最有冠軍相嘅一隻馬。千四根本就係去上季贏馬嘅路程，跟住贏完馬再出，亦都跑過一個位置，跟住唔知點解喺今季啊踏入今季啊，只係跑過一次千四咁大。就喺一啲咧唔關事嘅路程嘅1200啊，快活谷1200嗰啲啊，快活谷1000都去跑，咁啊終於翻到嚟4班132，黃鬼鬼鼠鼠用阿何永年去跑，咁啊檔位又唔差喎，咁啊磅位132對住一紮側身馬冇千四嘅，未證明過千四嘅場地，一係證明有千四嘅場地，就長得短得滯嘅桑榮之星呢啲舊馬。咁幾搞笑嘅一場馬，咁好似覺得好似得兩三隻馬跑，唔係佢就好似封神啊，勉強就搏下啲天鳳貓啊、賢者威風有千四咁嘅能力，大概就係咁噶啦。咁你再執多隻，咁咪做好自己咯。再執嘅我就執咗如有進區。我3、4、3、5、7、9場睇廖康明。咁跑得好快。如果你讀熟賽馬嘅，你會知道跑得好快呢個馬名嘅，唔係第一次，以前都有。咁呢隻馬主姓劉，咁你再揾翻以前嗰隻跑得好快跑嘅馬主又係姓劉。
嗰個叫劉寶文，劉寶文就係自跑得、試跑得、乜跑得，同以前喺希斯度嗰個係馬，咁啊而家走晒遼康明，咁啊其實可以引申咧，即係未必呢一隻跑得好快都係劉家嘅馬啦，咁啊呢隻就擺喺黎超星度啦。其實呢場馬黎超星就得呢一隻嘅啫。咁啊，你話如果揾同路人嘅，咁我建議即係如果冇推測錯誤，我覺得揾隻御有進區作為一個冷門、超級大冷門，我覺得未嘗不可啊。因為上一次去御有進區根本就冇跑過，700米嗰時立地完之後跟翻上入直路，跟翻喺中後半，係想揾位出嘅，咁啊俾前邊嘅馬又封住啦，前邊又有馬要攞咗佢條跑線啦，咁佢一直由內檔咁啊兜到去4、5碟之間啦，先至稍為推騎下，跟住就收工啦。咁我冇跑過，咁我覺得呢隻馬或者有啲機會闖入一個3-3-4-4唔出奇。你話有冇得贏埋咧？跑第二啊，唔出奇嘅，因為你始終我第二位而家擺咗做好自己喺度啊嘛，做好自己你要考驗佢就係加分加磅之後適唔適應啦。隻馬上次加8分，不過不失啦，大致係咁啦，即係冇乜嘢好講嘅呢場馬。好啦，咁啊呢場馬嘅馬主關係有冇值得留意嘅？超平凡你納入去係美麗係去看待 OK 噶啦，頭先講過啦。跑得好快嘅，你要諗住呢隻馬係同希斯或者同廖康明有關嘅。雙明之星啊，同今日飲杯林家山神啊，話爭啲，即係呢個林家山神咧，喺我啲衰多口嘅人嚟講咧，真係好容易講錯，即係諗到我會諗乜啦。同今日白路金剛有關啦，即係林家山神、白路金剛、雙明之星其實都有關。有空位嘅不妨拖一票雙明之星啊，或者有意想不到驚嚇嘅。時尚歡欣啊，同今日時尚風趣同日出擊啦。電路100啊，同今日線路係同日出擊啦。線路光神環、幽默大仙線路單一，賢者威風講過啦，同今日未講過，同今日瑞奇威風、賢者無敵、賢者威風、瑞奇威風係有關嘅。姚本輝、賀銘、賀賢、伍鵬志呢三個馬逢相關。隨緣得勝頭先講過，同快樂第5場快樂之有相關啦。前程萬里同今日第7場第2場塔卡之光有關啦。封神線路單一嘅，同希斯啦，同沈集成有關啦。御有進區嘅同姚康明嘅馬，容天鵬、徐雨石有達榮、新力標同蘇偉賢第11場嘅新力標同主啦。好啦，第9場順便讀埋個馬主關係啦。魅力寶區啊，同第8場有目共賞有關啦，同日出擊嘅。運高八斗啦，同今日第5場白路金剛有關啦。但我覺得呢隻馬真係快活谷先 OK。時尚風趣頭先講咗啦，第7場有關啦。同樣美麗今日美麗係5隻馬，普遍都係話啲牌面馬，但係要提防咯。今日顯勝高升啦。頭先講幸運愉快第3場嗰時講過啦，都係羅富全練馬師團體嘅馬，但係嗰個經理人係幸運係姓梁嗰位。寶駿啊，同銀駿同主啊，試過陰我哋嘅，輸咗，咁啊開方仔嘅馬，咁啊小心啲啦。即係寶駿有一次成為大熱門，咁啊輸鬼咗。咁啊開嗰場嘅頭馬係方仔，唔知咩富心星定乜嘢咁嘅。好啦，第10場嘅有銀駿有出啦，同主嘅。第8場相關嘅馬有游龍穿鳳啦。咁啊，依係馬牽涉嘅馬房都幾多喎。方家柏希斯
蘇偉賢、告東尼、姚本輝、羅富全、武偉傑、呂健威、鄭俊偉。戰寶啦，簡單啲啦，蔡若翰啦、羅富全啦、韋達啦、尤達明啦。今日戰寶又出啦，相關嘅呢一啲人咧係十場隻鐵金剛。呢場馬我就揀咗顯勝高升，睇佢試閘好似質素好超啊！第二隻揀翻同路人啦，戰寶啦，羅富全。我話過你顯勢高升，你當佢係幸運係，咪揀翻呢啲幸運係馬房咯。咁戰寶係首選，因為幸運係擺最多馬就係喺羅富全嗰度，而且隻馬係有啲分頭啊嘛。同埋個檔位好嘅，亦都有田泰安嘅。咁相對你俾寶駿出賣個馬迷嘅，我覺得呢隻馬大熱門輸咗喎，大佬興啊，大佬你贏馬個仲要係方仔，今次排12檔，賠率又熱，擺開少少啦，我會覺得。第三隻要翻隻同羅富全都好大關係嘅何好運啦，乜好運離開晒羅富全㗎，但係好多馬。即係屬於係馬，其實同羅富全交情都好，亦都係而家擺晒喺廖康明嗰度嘅。咁何好運用到潘頓都係啲意思，顯勝公升，何好運都係自己有。魅力寶區啊，我覺得呢隻馬留翻去喺度，我會覺得質素咯。佢泥地嘅能力高嘅。但係草地嘅能力都唔差，都即係時時跑到一啲三班頂、二班尾嘅水準嘅，唔差嘅，絕對唔差嘅。只不過你要贏馬嗰時，你要出擊的話，選擇泥地的話，佢嗰個成數係會高啲。但係今日有變化地啊嘛，咁我覺得又可以睇高翻少少，魅力寶區有分喺手啊嘛。最後一隻時尚風趣啦，或者開用天棚。蔡約翰羅富全都唔敵㗎，即係三隻馬都係能力。好啦，大致上係咁啦。祝大家贏多啲啊！其實季尾咧，我諗過嘅，往後咧夏季啊，即係如果小林仲講的話，仲做小林馬馬的話咧，倒不如6月就收工啊！小林馬馬，淨係俾翻一啲路線，你哋自己度都好啊，係嘛？因為其實我發覺呢幾次咧，好似啲圍財賽咁啊，即係唔係話咁容易嘅。你花好多精神，佢好似篤定一隻贏嘅，其實你唔係話真係咁易捉。有啲好似實力馬，又好似已經收咗路咁，咁變咗其實幾冇癮。有時你捉即係中唔得晒嘅。要講好明顯要講線路嘅嘢，就好似嗯。喺季尾嗰個情義線路呢樣嘢係少咗兩三成威力啊！我覺得最好嘅梗係季初季中啦，你見我係咁貼四重彩都可以立得晒四隻翻嚟嘅，梗係季初季中最好。季尾或者留翻俾大家自己度，即係夏季嘅，咁唔知會唔會好啲咧？好啦，anyway 點都好，祝大家今日贏多啲，拜拜。